如果你試過腰痛，痛到落大腿、小腿甚至腳板都麻痹無力，請你一定要特別留心呢一條影片，因為呢啲可能唔單止係一般肌肉酸痛，更可能係下肢功能喪失嘅明確警號。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賴醫師，今日我要講一個可能慢慢侵蝕緊你行動能力嘅痛症——坐骨神經痛。好多人都以為肌肉酸痛忍一忍就會過去，但我想鄭重提醒你，神經壓迫每拖延一日，復原嘅機會就減少1分。嚴重嘅壓迫甚至可以導致肌肉永久萎縮、腳步無力，最終影響你行路、站立，甚至日常自理能力。喺接落來嘅幾分鐘，我會為你揭開坐骨神經痛背後嘅4個自彈危機信號。首先，我哋要認清咩係真坐骨神經痛。好多人會話我淨係腰痛啫，呢個觀念係錯嘅。腰痛可能只係肌肉問題，但如果痛楚識得游走，由腰走去腳，就要高度警惕。真正嘅坐骨神經痛呢，會有以下3個特徵。第一係電擊式痛感，好似俾電到咁啊，由臀部嚓一聲落到腳板。第二有明確路線圖，痛楚必定沿住特定路線，由屁股去到大腿後側，再去到小腿外側。第三會伴隨異常感覺，唔單止痛，仲會有麻痹、針吉嘅感覺，甚至長期患者會出現肌肉萎縮。以下4個信號出現任何一個都代表神經壓迫已經達到危險級別。第一個危機信號，腳趾公無力翹起。你而家可以試下翹起腳趾公，係咪感覺無力，或者兩邊力度好唔同？呢個現象代表腰椎第5節神經間已經受到嚴重壓迫。第二個危機信號，踮腳尖困難。如果你發現無法穩定咁踮起腳尖，或者做呢個動作時，身體會好容易搖晃，代表第1薦椎神經受損。呢條神經仲會影響膀胱控制，問題可大可小。第3個危機信號，單腳站立搖晃。一個健康嘅人通常可以單腳站立30秒以上。如果你發現自己10秒內就開始搖晃，甚至無法保持平衡，反映神經對肌肉嘅控制力正在下降。第4個危機信號，大小腿肌肉萎縮。請你摸一摸自己兩邊大腿同小腿肚，係咪明顯感覺到一邊粗一邊幼？肌肉萎縮係神經長期受損嘅鐵證，絕對不可以再忽視㗎啦。如果你發現自己中咗以上危機信號，應該點算？中醫治療坐骨神經痛，首先會用到經筋辨證。我哋唔係淨係醫腰椎，更要精準鬆解臀部深層嘅梨狀肌。大家都可能唔知，有高達70%嘅坐骨神經痛，其實係因為呢塊肌肉僵硬而卡壓住神經線，跟住係階梯式減壓，配合手法復位、針灸、貼埋中藥藥嚟幫助消炎消腫、舒緩急切嘅劇痛感覺，再從痛點根源治療，徹底解除神經周圍嘅黏連同瘀阻。最後，如果急性痛症發作時，切記絕對唔好熱敷，熱力會令發炎加劇㗎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